為迎接溫馨的聖誕佳節，圓山國際集團佮圓山休閒事業發展協會17號協同議員林美燕佮詹培雅，佇議會舉行關會活動的宣傳記者會，號召社會大眾踴躍來關會，和愛心會用佇寒冬當中來傳遞溫暖。鹽山池上事業發展協會，我楊澤民理事長由他來做個龍頭，由他來做個龍頭，帶領着很多的一個團體，我們即將來辦這一場就是捐血活動捐血活動。其實年底真的是血庫最缺的時候，主因有可能是因為年輕的血就是冬天比較冷所以大家不願意去捐血，或者說因為很多手術都會在過年前去做實施所以說確實這個血庫的缺血是非常嚴重的。聖誕節我們舉辦這個捐血活動其實我們不管是我們要分享我們的愛與關懷，那我們也齊聚一堂辦的我們這個活動，那把我們這個節日的我們的祝福化作最實際的力量主辦單位圓山協會理事長楊澤民表示，未來該協會將以着一檔舉辦2屆的關會活動為目標，這屆活動將在25號聖誕節在台南市北安路一段的北安關會室來舉行。只要關會254CC，等會得到豐富的好禮。贊助單位都很踴躍我覺得說呢，在未來我們圓山慈善協會，我們希望在未來的每一年呢，希望可以1年辦到有2場，上半年跟下半年各1場，讓更多的贊助單位都能夠來做參與。活動現場除了邀請真濟贊助的企業代表佮愛心團體來出席，另外包括市府社會局佮新聞處嘛攏派員出席，肯定這項有意義的活動。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